他也看多了。十度氣，而家就想睇啦。三架八號有度，全低就十度。呢個水缸一係點唔知，但係你今晚嗰啲計啲有啲點講咧？喺正下嗰度講緊人先。幸福了，可能少，可把力量心中，看看嘞，陪伴我嘞，我苦拥抱大嘴，看看嘞。晚上要唱主题，小红片头放假，这几天这个感觉他听说那时候这个话2人就离开，不管这题小红片头在头来，不如嘞。走